你。
Let's see.
我那所有人都可以，我那也可以啊，只要手机都可以。得设置吗？对，这个就是变焦变虚拟，就是过去虚拟的，是虚拟的，它系统自带的那个，它自带1.5。啊，才找这个。以前我说给你修的是吧，都有那个，只是你快捷键搜一下就可以。变焦的都会，变焦的，变焦的话还要放大一些，就是比如说20G的话，距离反正它就是多少损失点像素是吧？不行，不是，不会损失啥是吧？完全看不出来。基本上那我回去查资料怎么有系统里面有，所以你直接找到那个叫什么1.5，就是直接最大那个。对 CS35的吗？也一样，反正只要焦段都可以是1.5。但是你这个能，是不管是什么大都是一样的，都可以成1.5倍。我每次我都得限调。它不用，你直接系统里直接在1.4。这是什么相机？这手机的都可以。是你的手机啥呀？A1嘛。A1啊。不热哈，这么11个小时。随便就的，时间天气正常一般基本上就可以。这多少钱这机？现在4万多吧，现在降了。4万多。4.3万，4.7万，官方是4.7万，它这个价格没有差它1块钱，但是现在A5X6的保值了。那个因为它A1好多款要出标的，A5X6的话是专业的嘛，专业的。你这是X1啊？A1嘛。啊 A1。还是跟你网络有关系。
太阳照到这种
手打人的，手应该好一些了吧？咋弄的？他插了大西打的。啊，他这个，当然他自己放了，还要换金刚舞啊？今天还要换金刚舞？啊？金刚舞还要换吗？是23了。对啊，天地在其上，路人走得近。
它那个延迟应该不准，把它延到2个钟头，我估计肯定是要关的，看不到。反正我那个相机没事，手机的相机就像夜视镜一样，夜视。我找我那个手电筒，我把那灯打开了，稍微有点光线。2个灯现在2个灯。我在你哪啊？我从来不用光灯，很少用。因为我那个光线最大，需要我也收了。
要活的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就是